各位觀眾好，歡迎收看本期視頻。喺20世紀中葉嘅香港，每當夜幕降臨，油麻地戲院外總係排起長龍。霓虹燈下，李寶瑩3個字閃爍住奪目嘅光彩，戲迷們翹首以待，只為親眼目睹呢位花旦王嘅風采。1956年嘅一個秋夜，李寶瑩喺《牡丹亭驚夢》中飾演杜麗娘。當佢輕啟朱唇唱出原來姹紫嫣紅開遍時，全場鴉雀無聲，仿佛連時間都為之凝固。呢位身材嬌小卻氣場強大嘅女子，如何從戰亂中嘅廣州小女孩成長為一代粵劇名伶？佢嘅藝術人生唔單止係一部個人奮鬥史，更折射出20世紀粵劇藝術喺時代巨變中嘅堅守與變化。李寶瑩1929年出生於廣州西關一個商人家庭，本名李寶琴。西關作為廣州傳統文化嘅核心區域，素有粵劇搖籃之稱，街頭巷尾常年飄蕩住粵曲聲。李寶瑩嘅父親係位粵劇票友，成日帶住年幼嘅佢出入各大戲院。喺嗰個冇電視、電影嘅年代，戲院就係最熱鬧嘅娛樂場所。據李寶瑩晚年回憶，我5歲嘅時候第一次睇紅線女演出，佢頭上9支金鳳釵喺煤氣燈下閃閃發光，我就諗大個之後我亦要企喺嗰個台上。呢顆藝術嘅種子喺戰火紛飛嘅年代頑強生根發芽。1938年廣州淪陷，9歲嘅李寶瑩隨屋企人逃難到香港，途中佢親眼目睹戲班藝人如何喺烽火連天中堅持演出，為流離失所嘅民眾帶嚟片刻嘅慰藉。呢段經歷深深烙印喺佢心中。後來佢成日話，戲曲唔單止係藝術，更係亂世中人們嘅精神寄託。抵港後，李家境況大不如前，父親卻仍堅持送佢到著名嘅粵劇教習陳飛龍處學藝。陳飛龍教學嚴苛，要求學生每日清晨5點起床練功，一個雲手動作要重複上千次。李寶瑩天資聰穎又刻苦用功，僅用3年就掌握咗花旦嘅基本功，包括唱做念打、身段步伐等。1944年，15歲嘅佢以李寶瑩為藝名，首次登台喺《胡不歸》中飾演配角。雖戲份唔多，但其清亮嘅聲音同靈動嘅表演已引起行內關注。戰後香港粵劇復甦，李寶瑩迎嚟咗藝術生涯嘅轉折點。1947年，佢加入大龍鳳劇團，同當時以父盛名嘅任劍輝、白雪仙等同台演出。同呢啲前輩合作，李寶瑩唔單止技藝精進，更學識咗如何塑造有血有肉嘅舞台人物。佢回憶話：任姐教我做戲唔係做自己，而係要將角色嘅魂裝入自己嘅身體入面。呢一個時期，李寶瑩逐漸形成自己清脆嬌甜嘅唱腔特色，又以子喉運用自如著稱。1953年，佢喺《帝女花》中成功塑造咗長平公主一角，將呢位明末皇室女子嘅剛烈同柔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從此躋身一線花旦行列。20世紀50、60年代係李寶瑩藝術生涯嘅黃金時期，佢先後同羅家寶、林家聲等著名小生搭檔，演出《紫釵記》、《再世紅梅記》等經典劇目。呢一個時期，佢嘅表演藝術達到咗爐火純青之境，善於通過細膩嘅面部表情同身段動作傳達複雜情感。喺《紅樓夢》中，佢飾演嘅林黛玉葬花一段，僅靠眼神同手勢就將人物孤高傲世又敏感多愁嘅性格刻畫入微，被評論家譽為活黛玉。當時香港《星島日報》劇評人寫道：李寶瑩之藝以入化境，一顰一笑皆成文章，堪稱當代花旦之首。李寶瑩對粵劇藝術嘅貢獻唔單止體現喺表演上，面對電影、流行音樂嘅衝擊，佢大膽創新，喺保留粵劇精髓嘅同時融入時代元素。1958年，佢主演嘅粵劇電影《九天玄女》大獲成功，令傳統戲曲借助新興媒介走進更多觀眾視野。佢仲嘗試將西方樂器引入粵劇伴奏，喺梁祝中加入小提琴獨奏，增強音樂表現力。呢啲改革起初遭遇保守派反對，但佢堅持認為戲曲若果唔與時俱進，終將成為博物館入面嘅古董。佢嘅創新精神影響咗一代粵劇人，為傳統藝術注入咗新活力。作為女性藝術家，李寶瑩喺男性主導嘅戲曲界行出咗一條獨特道路。佢唔單止精於傳統花旦角色，仲反串新角，喺雙槍陸文龍中女扮男裝飾演少年英雄，英姿颯爽，令人耳目一新。
1962年，佢更自組寶星劇團，身兼班主同主演，咁喺當時實屬罕見。劇團管理事務繁雜，從排戲到財務都要親力親為，李寶瑩卻游刃有餘。佢曾笑言：人哋都話戲班係男人嘅天下，我偏要證明女子唔單止可以唱戲，仲可以領班。喺佢嘅帶領下，寶星劇團培養出多位後來成名嘅粵劇演員，為行業輸送新鮮血液。20世紀70年代，隨住香港社會轉型，粵劇觀眾逐漸減少，好多藝人轉向影視發展，李寶瑩卻選擇堅守舞台。1974年，佢喺新落成嘅香港大會堂演出全本《白蛇傳》，連演30場，場場爆滿，證明傳統藝術仍有強大生命力。呢一個時期，佢將更多精力投入教學，喺香港中文大學同多個民間機構開設粵劇課程。佢嘅教學方法獨具特色，唔強調機械模仿，而係啟發學生理解角色內心。之後，李寶瑩同當時小有名氣嘅羅家英相識，兩人都被一個老闆睇中，專門為佢哋兩個搭咗嘅戲班子，四處演出。當時李寶瑩已經成名多年，羅家英嘅資歷明顯低咗好多。不過羅家英功底唔差，兩個人合作得好愉快。最輝煌嘅時候，仲一齊做咗全球巡演，深得海外華人嘅喜愛。當年嘅合作亦令到兩個人嘅內心泛起咗漣漪。外界都稱羅家英係為咗走紅先至同李寶瑩喺埋一齊，連李寶瑩嘅母親都覺得呢個小白面係圖佢嘅女嘅名同利。兩個人熱戀嘅時候，對呢啲傳言仲唔在乎，但時間沖淡咗愛情嘅衝動後，呢啲聲音就變得刺耳起身。李寶瑩被外界評價所干擾，佢亦都開始覺得羅家英目的不純，甚至仲認為羅家英冇能力。羅家英百口難辯，冇李寶瑩紅係事實，但佢對呢段感情係真心嘅。只可惜，男人一旦被女人貼上有咗冇用嘅標籤，就唔會再有愛的火花啦。最終，李寶瑩提出分手，結束咗兩個人13年嘅姐弟戀。喺咁多年中，羅家英知道李寶瑩嘅年齡比自己大，但為咗唔觸碰到李寶瑩敏感嘅自尊心，佢自始至終都冇打聽自己女友嘅真實年齡。分手後，李寶瑩同香港前話劇演員兼時任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高級行政經理暨葡京娛樂場經理簡朗秋於美國紐約註冊結婚。前女友結婚後，羅家英仲頗為感慨，唔知道佢嫁人後仲有冇唱戲，如果唔唱啦，佢會唔會唔開心？不過二人嘅婚姻冇等到白頭到老。2007年5月27日，簡朗秋於澳門鏡湖醫院逝世，享年67歲。其實喺80年代後，李寶瑩就減少演出，但對粵劇發展嘅關注從未間斷。1985年，佢出任香港百和會館首位女性主席，推動粵劇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喺任期間，佢促成政府增加對戲曲團體嘅資助，建立演員退休保障制度。1993年，64歲嘅佢為籌款興建粵劇學校舉行告別演出，連唱8小時金曲，籌得善款逾8萬港元。呢場演出被媒體稱為世紀絕唱，標誌住一個時代嘅落幕。回顧李寶瑩嘅藝術人生，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一位名伶嘅成長史，更係粵劇呢門傳統藝術喺20世紀嘅生存智慧。從廣州西關到香港舞台，從戰亂年代到商業社會，佢始終保持住對藝術嘅虔誠與敬畏。佢深諳守正創新之道，既堅守戲曲嘅本體特徵，又唔拘泥於陳規。正如佢所講，傳統唔係供奉喺神龕入面嘅牌位，而係流動喺血脈中嘅精氣神。2008年，79歲嘅李寶瑩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嘅金紫荊星章，表彰佢對傳統文化嘅傑出貢獻。頒獎典禮上，佢即興清唱咗一段《遊園驚夢》，把聲雖然不及當年清亮，但韻味更顯深沉。嗰一刻，仿佛時光倒流，半個幾世紀嘅舞台風華重現眼前。如今，李寶瑩已經淡出公眾視野，但佢塑造嘅經典角色依然活躍喺粵劇舞台。每當帝女花嘅旋律響起，觀眾仍會諗起嗰個將長平公主演活咗嘅花旦王。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真正嘅藝術超越時空，而藝術家嘅生命會喺佢哋創造嘅美中永恆綻放。喺粵劇發展嘅長河入面，李寶瑩如一顆璀璨明珠，
照亮咗傳統藝術走向現代嘅路徑。佢嘅精神將繼續激勵後來者喺守正創新嘅道路上堅定前行。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歡迎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再見。